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啊，又翻嚟我哋新一個星期嘅命理節目原汁原味啊，咁啊繼續有小弟我啦，同埋阿 Kelvin 師傅同埋仲文師傅喺度同大家咧又講呢個八字同紫微啊咁。嗱咁啊，同之前幾個禮拜好唔同啊，我哋就即係之前幾個禮拜講比較多嗰啲時人時事啊，因為世界上實在發生太多大事大變啊，咁啊即係非常之令人啊，即係都覺得又驚又喜啊！嗱咁啊呢個星期咧，咁啊不如我哋試下講翻一啲重要歷史人物嘅命例啊，咁樣樣。大家圖中畫面見到呢位咧，咁啊即係細個讀呢個歷史書、中史書一定有見過佢，袁世凱係咪？尤其是牽涉到呢一個咧中華民國建立啊、辛亥革命呢啲嘢咧，你會發覺佢係有一個好重嘅角色，而且可能咧即係小時候大家會對佢有個套版印象咧，呢個人咧，咦咁樣衰、咁大執鬍鬚、大軍閥 ，OK， 即係似足嗰啲查愛夫堅嗰啲咁樣嚇，盧海鵬扮大軍閥查愛夫堅咁樣嘅奸嘅一定係咪？咁啊，甚至乎你睇邵氏啲片啊，叫得大軍閥，入邊啲角色都唔係正經得去邊噶啦，係咪咁？嗱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話回顧翻歷史咧，哇！真係袁世凱都算係呢一個嘅中國嘅近現代入邊一個非常有趣嘅人物喎，個命途大起大落嘅喎。嗱咁啊，好多人即係可能前半生佢唔係好熟，但係佢喺後半生嚇，即係佢攞咗呢一個中華民國嘅總統位嚟做之後，做咗一陣，跟住又走咗去稱帝，倒行逆施，最後就俾人即係齊聲反對，結果咧就臨尾就係好狼狽地退位之餘，退位冇耐仲死埋添，係咪？咁但係唔好忘記喎，呢個人佢能夠喺嗰個時候出現喺嗰個歷史位置咧，唔係偶然喎。佢係之前啊，其實喺命途入邊發生咗好多事，一路扶搖直上，得到重用，亦都行運上位咧。咁啊，亦都係有住佢自己本身實力同埋睇機會嘅能力咧，去 hold 到呢啲個位咁樣去上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好值得喺呢度同大家去叫做咧講下佢呢個命例喎，咁樣。嗱咁啊，或者我好快咁樣講一講佢嗰啲即係命途轉折點先啦。咁佢係1859年9月16號出世啊，接翻我哋即係新歷嚟去計啦。咁啊，適時就係中國最即係禍患嘅時代啦。咁啊，即係當時就即係叫做嗰啲鴉片戰爭打完晒㗎啦。咁佢先至出嚟。咁啊，適值亦都係中國嗰個叫做即係禍患嘅時代嚇。咁嗱咁啊，佢嘅身份出身本身咧，咁啊好得意嘅。佢爸爸嗰邊咧，其實係有一啲咧，即係帶兵打仗嘅，即係一啲嘅底子喺度嘅。咁啊，從而令到佢咧喺個祖父即係父輩嗰邊咧，係比較有一啲咧可以通往去即係叫從軍啊、當兵啊，即係唔行文就行武嗰條路咧，佢係有得揀嘅。咁但係咧，一如好多呢啲咁樣嘅叫做即係比較有背景嘅子弟嚇，開頭梗係即係爸爸嗰輩梗係希望佢讀書㗎啦。咁啊好得意嘅，咁佢一路都有讀下書，但係又被老師評佢啲資質一般般。咁啊，亦都曾經試過幾次去考，連個秀才都考到好問，即係都好問水，都唔係好考到嘅。反而佢有啲咁嘅蕭王子結拜兄弟咧，就可以考中佢喎。OK，咁啊，所以好得意嘅喺佢個命途，尤其是去到呢一個嘅即係1874年左右啦嚇，咁其實計翻條數，佢都係10零歲到嘅啫。咁啊，其實一路咧，佢試過幾次讀書讀唔成啊嚇，又試過同佢即係屋企幾次搬屋啊，投靠咗呢個叔父嗰邊啊咁嘅樣啦。咁啊，雖然個叔父都好叫做即係自己嘅親生叔父啊，都好重視佢嘅教育，咁啊請埋老師去教佢哋。咁啊，佢亦都自己試過努力讀書啊，但係都麻麻地。1876年咧，中鄉試都唔中啊。咁啊，然之後咧就到呢一個嘅即係稍後嘅時間啦嚇，咁啊大約去到即係1880年嘅時候咧，當佢再考都唔中嘅時候咧，咁佢就立志就係話咧棄文從武嚇，咁於是乎就跟翻去咧，即係爸爸同埋即係阿叔嗰邊嗰個人物咧，就投靠即係一啲軍事嘅勢力嚇，咁譬如當時係即係亦都有人睇重佢，就將佢帶咗去朝鮮嗰度啦，咁啊亦都係開始咧去。即係唔係當兵咁簡單，係學下帶兵。咁啊，亦都適時嚇，亦都 hold 住呢一個朝鮮當時好多嘅一啲嘅事件啦。譬如佢有啲，譬如話好似係呢一個適逢有政變啊，咁佢有幫手去參與平定啊。咁亦都及後就係去到呢一個嘅即係嗰個甲午戰爭嘅時候，咁啊亦都甲午戰爭，大家知中國戰敗，清朝戰敗，咁啊然之後痛定思痛就訓練新軍，咁啊袁世凱咧就喺嗰個機會咧就有一個機會開始啦，1895年開始小站練兵 ，OK，
咁亦都係憑住佢自己係能夠籠絡有自己嘅一個咁樣嘅部隊去練兵咧，慢慢扶搖直上，賣身投靠，中間有試過投靠喺榮祿門下啦，喺手底下做嘢啦，亦都喺得到晚年嘅李鴻章喺死前嘅保薦咧，就令到佢咧喺1901年之後咧有得去做呢個中央大員啊，做到呢啲咁嘅直隸總督嘅咁樣嘅位置啊，即係憑住佢自己喺軍事上邊去保有嘅一個比較新軍嘅呢一個先進嘅實力咧，令到佢開始有位上。咁啊，究竟啲有位上係好定唔好唔知嚇，咁但係後來到曾經亦都一時係俾呢一個嘅皇族去叫做排擠啦。1908年嘅時候屈不得志啦，但係去到1911年嘅時候咧，當呢一個清朝末年無人可用嘅時候啊，不得不去委重呢一個嘅袁世凱，亦都咧甚至乎派佢咧希望等佢鎮壓呢一個嘅孫文嘅革命黨。咁啊，大家餘下就是歷史啦。咁到最後佢反而被孫文搞掂咗嚇，就決定咧就調翻轉頭勸呢一個嘅清帝退位。咁啊，然之後咧就由佢後來做臨時大總統，唔係做埋總統嘅應該係。咁啊，然之後就甚至乎係糊塗清帝，跟住就係鬱鬱而終嘅故事咁啊。嗱，咁啊，其實聽佢嘅故事啊，即係講好耐都講唔完啊，好多得意有趣嘅故事嘅，即係譬如佢點樣俾個仔呃啊嗰啲咧。咁我哋希望一陣間咧又有機會去講下。嗱，咁不如咁啦，我哋咧就真係又不如請阿 Kelvin 師傅咧，由八字角度咧講下佢成個命途起跌嗰度嘅，咁啊，即係有咩得意嘅地方可以欣賞下。咁我哋開始啦，咁我哋講下阿袁世凱嘅八字啦，我哋望翻咯，佢嘅即係年月日時係咁排嘅，己未年、癸酉月、丁巳日、丁未時，咁望翻呢個八字好得意嘅，呢個八字咧就咁望啦，喂，丁火生於酉月，咁一般咧就話喂癸水七煞透出，地支好似個水冇根喎，咁似乎咧就係身旺係嘛，而個即係身強煞錢啦，可以咁睇啦，咁但係實際上其實就唔係嘅。呢個八字有趣地方咧，在於因為啲朋友可能學過丙申化水，丙申化水，咁地支其實咧巳同酉咧有個丙申合嘅情況底下會化到水喎，咁會化到水咧，咁就得意啦。呢個八字，呢個八字會變咗係咩啊？丁火坐巳係陽人，但係因為有丙申化水，所以個煞咧其實都係唔弱嘅，個煞其實亦都會有陽人走出嚟，所以就出現一個叫做殺人兩停嘅情況出現。殺人兩停咁啊，古書咧通常狄天數會咁講啦，為殺人兩停而制殺。殺人兩停而制殺咧，即係呢個八字其實就會用咗己土，用食神制殺，咁啊靚啊！食神制殺咧就先食後殺咯，係嘛？年柱係食，係嘛？跟住月柱係殺，就先食後殺。咁然後再望翻啦，以用神角度嚟講，點靚唔靚咧？你睇翻好得意嘅，丁己係等於5，地支巳午未咧已經係等於4套火局嘅，咁啊火旺等於土旺，咁即係話如果以用神角度嚟講，喺原局個用神已經非常之靚。因為地支換咗4個火局，火局等於土局啦，咁所以佢個食神燥土係非常之靚啦。咁再加埋啦，我再望翻，喂，通常有啲說話咁講噶嘛，就係喜神居年柱，早上興隆或富貴。咁己土就自然係用神嘅話，咁即係佢家世嗰方面或者出身會比較好啦。咁啊，即係頭先阿陳博都會咁講咗嘅，因為阿袁世凱咧，佢個阿叔啊，即係佢老豆個細佬阿袁甲三咧。其實就曾經領兵去剿斂匪嘅，即係斂匪其實係一啲據聞係清朝一啲嘅係啦，可能係同白蓮教或者宗教組織有關係嗰啲啦，係啦，咁即係佢哋嗰個家族其實係叫將門之後啦，可以咁理解。冇錯。嗱，初運我哋睇翻佢個靚啊靚在咧，再係原局已經係個用神係咪好夠力㗎啦？再一路行緊咧嗱，南方火地一路行南方火地，之前佢讀書嘅運咧，其實就你當係辛未運裏邊嘅辛嗰部分啦，上5年咁行辛運會點啊？咁啊照望翻咯，行辛運嘅話咧，係咪有個丑藏己貴辛啊嘛？咁啊丑藏己貴辛嘅話，某程度上係咪有個丑走出嚟？咁地支巳酉丑會金局，咁某程度上真係個煞旺翻啲嘅。咁其實就對佢嚟講唔係一個靚嘅運啦，所以讀書即係叫讀唔入腦啦。咁但係去到未運開始咧，就已經開始。你知道佢係轉型啊嘛？咁啊轉型係點啊？喂，棄文從武係嘛？喂，考唔到就不如就唔好讀啦，燒鬼晒啲書。咁啊，乾脆不如去從軍。咁因為佢老豆都係帶兵打仗嘅，咁佢老豆嘅兄弟咧就叫吳長興。咁啱啱正值當時就係即係1882年咧，我睇翻嗱個時間就好得意嘅。1882年
佢係壬午年咯。咁啱啱嗰年係發生咩事？睇翻歷史咧，就叫壬午政變。咁就係朝鮮嗰邊咧，即係朝鮮啦，即係唔係而家個北韓啊，即係成個朝鮮半島。咁啊，有啲係同清朝係即係有不和嘅嘢啦。咁啊，吳長慶係帶兵打仗咁啊，揾佢去幫手。咁而佢係行好運喎，點睇咧？啊，表面上係丁壬合木，丁壬合木，即係壬水係丁火嘅官星，即係佢老細，有個老細走出嚟。壬午都係丁壬合木嘅喎，咁丁壬合木嘅話，咁其實嗰個係啦，即係丁壬合木，咁啊甲木亦都會同個己土相合，就甲己化戊土。咁可能有啲朋友聽過啦，即係己土其實要如要物旺，而在而邦，咁你化到係戊土，咁啊有戊癸化火，咁有丙火，亦都有戊土去幫個己土。咁其實叫做喂，對佢嘅用神嚟講係更進一步，就話見丙火見戊土都係好嘅。咁所以喺呢啲時間嚟講咧，佢會突然間係嘛，喺1882年23歲，我諗好多人23歲都係即係普通嘅朋友啦，係啦。咁但係佢喺23歲嘅時候已經係掌管住成個朝鮮嘅經商噶啦，即係佢因為佢有軍功，佢係清朝委任咗佢咧，就係喺呢一年就成個朝鮮係佢管晒嘅。23歲，咁跟住咯，我哋再望翻佢一路行運係咪嗱？行到幾節靚運啦，呢啲係嘛？因為一路係咪護住，同埋有丙火去幫個己土啦。咁而且你以火局嚟講係咪嗱？丁己係午，咁即係天干有4個午，地支有幾多㗎？2個未喎，2個字喎，咁咪2乘2乘2，咁係啦，即係咁樣數落去，係咪好多火局啊？咁所以對佢嚟講個用神嚟講，係真係妙不可言嘅。咁跟住我哋再望翻1894年就甲午戰爭，清朝輸咗之後，月尾咧就要開始練新軍喎。咁啊練新軍，地支繼續係回到木局。咁我記得好似同朋友傾過20幾個火，即係20幾個火局嘅。但係我哋唔好咁樣啦。如果咁樣計嘅話，你會即係總之好多火局啦。你見到係嘛？不斷嘅字午未，因為天干丁己等於午係嘛？咁啊跟住地支有2個未，有2個字。呢3個未添喎，係啦，即係會數到出嚟，好似20幾個火局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年間啊，1895年，佢就係負責清朝嘅喺天津叫小站練兵，其實督練新軍。所以你記住，即係北洋政府其實佢全部係軍閥嚟噶嘛，嗰啲軍頭其實就大部分都係呢個時間係袁世凱嘅下屬。咁所以亦都可以咁講，點解北洋政府嗰堆軍閥其實即始於袁世凱嘅，可以咁樣講。咁佢當時揾一個叫做德國人叫漢立根，就去練兵。咁而佢當時會做一啲方法係好籠絡人手段啦。會做啲咩嗱？你見到佢八字好中意火局噶嘛？咁其實佢哋嗰輩人咧就有鋪引嘅，就中意結拜兄弟嘅，係嘛？所以你見到袁世凱最早啦，佢17歲就已經同徐世昌咧就做結拜兄弟嘅。咁後來即係基本上所有嘅軍頭好多都係大家蕭王子係兄弟嚟嘅，即係會咁樣睇過，即係佔咪火局嘛，一堆啊，係嘛，一成都冧人堆咁樣，全部都係兄弟嚟嘅。咁去到1895年小站練兵，咁跟住就去到1901年李鴻章死咗之後咧，1902年。係咪有個戊土趌咗出嚟去幫個己土？咁喺呢個運嚟講，戊運就真係頭先阿陳博話齋，係咪變咗係叫做清朝政府嘅一品大員啦？係啦，因為個北洋陸軍係你負責去 mon 住啦，係嘛？咁但係去到神運咯，其實去到神運係咪泄火氣啊？亦都有個神有合金啦，係咪晦火生金嘅情況？係咪又開始變翻有少少似以前細個讀書？係嘛？始終金水旺對佢嚟講就唔係太靚，因為原局個煞真係旺噶嘛。咁啊，所以就叫做喺神運開始權力下降，咁俾人哋調離軍部，咁啊乘機借啲嘢啊，不如翻鄉下休息下。咁你所以你有啲人咧以前係睇中國歷史，或者有啲朋友有讀過中史啊，會見到袁世凱有張相噶嘛，即係着住斗笠係嘛，跟住就戴住頂帽，係咪即係農夫嗰啲帽，就喺即係洲上邊就係扮釣魚啊，係啦，即係話我冇野心啦，我都係翻去養病算數。咁但係當然坦白咁講啦，喂，清朝真係冇人，去到最後尾咧喺即係辛亥革命嗰段時間啊，1911年啊，即係焗住咧，係佢52歲，要佢出翻嚟去幫手就係平定呢個革命黨啊，因為當時你知1911年其實就係辛亥革命起義啦。咁你望翻喎，辛亥年咧，其實對佢嚟講係絕對險象環生嘅。
點樣險象環生啊？你望翻咯，因為佢辛亥年係咪同個丁字佢嘅日柱係咪同佢自己嘅天克地沖啊？丁火克辛金，自害沖啊，係嘛？喂，係咯，照計好大鑊噶喎，點解佢又地沖過到呢關咧？係啊，嗱，一般嚟講，喂，天克地沖咧，如果你呢啲咁嘅時間，仲要係臨危受命咧，係咪喂容易有殺身之禍或者有風險啊？咪係咯，但係點解會隨時死於亂化軍中喎？呢險為夷，啲仲要係啦？好似頭先你話齋，喂，原本係清朝叫你去幫手，喂，搞掂佢啊，即係嗰堆友。轉個頭嚟，你調翻轉嚟，不如勸清朝，不如你退落嚟啦，唔好搞咁多嘢，係啦。即係仲要最後尾係孫中山讓埋個大總統嘅位係嘛？臨時大總統係孫中山啊，孫中山又交翻個位俾佢，咁啊變咗佢做嘅。點樣可以睇到喂，能夠係即係直接咁講啦，係咪絕處逢生啦，係嘛？即係能夠執到死雞，仲要可以光宗耀祖，點睇咧？因為天干冇新丁，就係戌，戌未迎出丁火，丁亥化翻甲木，甲己化戊土。頭先就話咁講啦，一見到戊個己土好衰嘅嗱，一見到有戊土係咪戊癸化火添？咁變咗係個己土又有戊土，己土又見到丙火，咁個己土就靚咯。所以佢喺呢個流年嚟講係突然間，雖然開頭係天克地沖，但係將咩化翻到戊土同埋丙火出嚟去幫個己土，所以佢呢年就成為咗大總統，即係化險為夷就咁睇嘅。咁當然啦，我哋再望翻咯，係咪入1912年入丁運啊？丁運就靚啦，點解？丁己係咪繼續5至5未會火局？整體上個大運丁運係冇問題，咁但係咧，丁運係邊啲時間係最高峰啊？其實1914年即係55歲嘅時候係權力最高峰。點樣睇啊？咁我哋又望翻咯，係咪有甲己化戊土啊？係咪有戊癸化丙火啊？係咪不斷有啲戊土、有啲丙火圍鬼住個己土啊？咁啊靚啦，個權力係最巔峰。咁權力去到巔峰係咪權力會使人腐化？嗱，我唔係針對某啲人啊，純粹咁講。權力使人腐化，咁啊腐化，咁啊啲人點樣去吹捧佢啊？不如喂你做皇帝啦，係啊，即係佢會咁講話，日本都好成功啊，君主立憲，喂，不如你試下啦，係嘛？係嘛？咁佢其實係當時佢個仔其實都想做王子啊嘛，係嘛？咁啊整一份假嘅《順天時報》係嘛？係啦，即係淨係俾佢睇嘅，即係整一份假嘅報紙啊，整鬼佢，係啦，製造係啦，製造輿論啊，你即係。嗱，我唔係講而家某啲報紙啊，但係佢喂當時真係製造輿論啊，咁啊令到佢老豆相信，喂全國咧萬民歸心，大家都想佢做皇帝嘅，喂即係嗱感覺上係嘛，喂靚啦係嘛，下一年啊即係講都冇咁重，梟印奪食喎，係嘛？乙木克己土，梟印奪食，地支會木局係嘛？即係梟印奪食代表咩啊？即係佢會係一個有口難言或者叫俾人屈嘅情況，梟印奪食咁啊出現個情況會點啊？咪清咗帝之後即刻撻 Q 係嘛？做咗60幾日就跟住全國譁然，日日俾人即係新聞問候，再加埋有啲軍頭，即係好似蔡鍔嗰啲啊，即係蔡鍔與小鳳仙嗰個咧，好似係咪揾劉德華做定唔知揾邊個做啦？即係總之係表面上咧就話正啊，你做啦咁啊，我支持你做皇帝，但背後咧即刻加入呢啲咁嘅叫做護國軍咧係。即係發動，要揾劉松仁做啊，我記得係啊，劉松仁做過，即係係啦，發動呢個地方嘅一啲即係起義啦嚇，可以叫起義啦，護國軍咁啊懟翻佢轉頭，所以佢喺呢個流年突然間出現係咪內外交困啊嘛？哇，頭都痛埋，即係佢覺得係俾人水嘅，因為梟印奪食啊嘛，喂你叫我做，轉個頭嚟你又走出嚟反對我，咁係咪即係俾人跣咧？咁跟住有趣在於咧就係。佢原局因為始終都係真係火土旺克水，佢喺1916年咧係啦，咁就死於呢個膀胱嘅問題啊。咁啊點樣睇啊？大概嗱，你可以咁望咯，因為咧始終係咪叫卯辰係拱木，卯未又拱木，係咪有卯木梟印奪食，而且辰為濕土咧就會收火，所以你記得咧睇翻之前佢啲運咧行辰運咧就開始俾人削權，咁一濕土就會。收佢啲火氣啦，咁亦都係晦火生金啊！佢八字一生金就唔靚啊嘛，咁所以會見到個情況啊，喂，去到丙辰咁啊變咗係內外交困，咁啊憂憤而卒，咁大概個脈絡可以咁樣睇到啦，係啦，咁就所以即係一代梟雄咁，但係坦白咁講啦，佢當時死嘅時候咧，因為理論上係皇帝先至會係叫做陵墓嘅。咁當時佢葬咧，佢嗰個墓咧，到而家咧都係叫做元陵。咁喺文化大革命嘅時候，毛澤東話要將佢個墓
作呢個反面教材啊，所以繼續保留住佢呢個墓嘅。如果有啲係即係翻大陸旅遊嘅朋友，可以睇下阿元陵嗰個位置嘅，係啦，有好多相嘅，都幾靚下嘅。好啊，嗱咁啊，唔該晒阿 Kelvin 師傅即係分析啦，咁啊，不如接住落嚟咧，咁啊又交時間俾阿仲文師傅咧，由紫微角度睇下喎，咁啊，仲文師傅你睇下由咩角度切入啦？嗱，其實咁嘅，如果我哋睇啲命咧，都幾特別。嗱，首先我哋睇佢命宮冇主星啦，咁我哋睇對面啦，咁係呢個天機同埋太陰啊嘛，大家睇到喺丙寅對面壬申，咁借過去，咁點樣靚咧為之？嗱，首先第一件事先，佢咧呢個盤點解特別啊？首先命宮，我哋好多集咧有時候講過嘅，有啲名人或者掌權嘅人咧，通常佢命宮咧，通常都係喺人宮或者亥宮嘅。因為我哋喺紫微斗數有個世界叫山頭要地啊嘛，咁啊亥咧，即係亥同埋寅咧都係即係一個山頭一個要地啦，咁所以咧佢通常呢啲人喺嗰個立命咧基本上佢可能做到啲好重要嘅角色呢個係其一啦。第二件事喎，咁喺立一五行嘅世界咧，即係紫微斗數立一五行世界裏邊咧，丙寅係咩嚟咧？丙寅係爐中火，咁你一聽到個名就知道啦，喂，火旺喎，勁喎，咁啊好似好勁喎，咁但係呢啲佢通常呢啲咧喺古書裏邊會講嘅就係咩咧？需要木嘅，需要木咁啊增加佢嗰個再增加啦。然之後，但係因為如果人多人見木，咁啊火旺咧又一定有水掣。咁嗰啲木同水喺邊度嚟啊？咁啊咁啱就喺天機同太陰，一粒係屬木，一粒屬水噶嘛。咁喺呢個情況下，突然間你要發現咧，佢呢個命宮不管係立一五行又好，不管係佢立命嗰個位好，再加埋佢對面借翻嚟星都係靚嘅。咁即係當神貴咁，我咁樣吹啦。咁但係即係你見到佢成個佈局係好靚嘅。再加埋咧，丙寅同壬申呢兩樣嘢，壬申喺立一五行係咩嚟嘅咧？即係我哋講嘅劍鋒金。劍鋒金係咩嚟嘅？劍鋒金好特別嘅，又係需要水係去作為自己嘅一個叫喺即係呢個紫微斗數世界叫水清水金白啦。咁啊佢嗰個意境就係咁，所以佢需要水。咁啊太陰係水星啊嘛。咁仲有咁通常咧，咁點樣為之靚咧？通常壬申咧，佢需要對面爐，如果見到爐中火，再加埋有水咧，咁成個角好靚嘅。所以你見到佢成條命天線啊，我哋就咁講，佢已經係一個靚位嚟嘅。咁當然啦，咁仲有其他因素啦。咁你唔好翻到去見到人工自己點啊發達啦。咁唔係嘅。咁即係佢成個佈局好啱好係咁啦。咁第二件事喎，咁去官祿嗰度，咁嗱坦白講，好似頭先阿 Kelvin 講，佢讀唔成書，一把火燒晒。咁你要發現咧，通常讀唔成書嘅人咧，佢命中就少咗啲嘢啦。即係三合裏邊你要見到啊，一粒文星都冇嘅。即係我哋講嘅文星就係文昌同文曲啦。咁大部分你見到文曲又唔喺嗰度啦，文昌又唔喺嗰度喎。咁即係三合裏邊冇嘅。咁其實原則上咧就即係我覺得你讀到基本學歷咧，即係如果你見到咁見到自己一粒文星都冇嘅，咁啊可以基本學歷就收手啦，係咪先？你唔係諗住博士又讀到即係讀到去大學士咁啊？喺當年嘅時候咁啊進士咁啊及第咁啊就係冇諗太多啦，係咪先？所以佢最後去咗當兵咧，其實唔知係命中注定定係佢係即係嗰個命運係促使到佢要走，咁反而咁樣先發達喎。因為你睇到佢官祿宮咧，佢係唔需要讀書嘅，因為你就咁睇咧，佢嗰個格局咧，因為太陽喺午咧，我哋喺紫微斗數個格局係叫日麗中天，或者聽個名就知道哇勁啦，咁日麗中天，即係喺午宮係啱啱好火最強嗰個位置嚟噶嘛，咁太陽又屬火，所以喺紫微斗數世界呢樣嘢咧，太陽係喺呢個位置係最勁嘅，即係日正當頭，啱啱位午時，所以佢喺呢個位，咁佢注定佢做嘢係好成功嘅。咁當然啦，咁一定有阻滯啦，因為佢有空劫喺裏，有地劫喺裏邊嘛。咁啊，即係佢做工作嘅時候一定會有劫難嘅。咁啊，好符合佢啊。咁啊，成日突然間俾人貶官，又突然間又呢樣又那樣噶嘛。咁所以喺你睇到佢呢個三合咧，係即係不管命宮山頭要地，再加埋其他嘢咧，佢令到佢有機會再上，即係成功嘅機會好高嘅。咁呢個此其他啦。咁同埋
咁你再睇咧，呢個命咧，咁你發現劫難多，同埋咧，你仲會見到佢子女咧，即係你見到佢本命嘅化忌咧喺子女宮噶嘛。咁即係嗱，坦白講，子女宮有化忌咧，咁你嗰個後代咧，就你真係要留心佢多啲嘅，或者佢有啲情況下咧，令到你咧係好麻煩嘅。好似頭先我哋講啊，咁啊特登出份報紙整蠱你。咁啊咁啱真係文曲喎，咁文曲佢個仔咧應該係讀到書，都係相貌堂堂。一來係天上守呢個子女宮啦，二來佢又有文曲星喎。咁基本上嗰個仔應該係即係唔會話太差啦讀書。咁啊咁啱佢化忌嘅話咧，咁啊即係子女宮化忌，用咗佢呢啲才華嚟整份 fake news 嚟去呃老豆。係啊，其實其他情況下咧，佢可能個仔係完全冇問題啊。咁但係如果喺佢同埋佢個即係佢，但係如果係作為袁世凱個仔咧，咁可能就跣到佢咯。係即係呢個情況下會咁做啊？係啊，所以再加埋佢本命咧，即係頭先講啊，佢本命有個官祿宮有地劫嘅，即係佢做乜有好多時候做親嘢會令到佢領嘢咁，仲有外來因素啊，搞啲嘢搞到佢嘅，咁啊即係輿論壓力啦，話誒點啊，喂皇上點啊，稱帝啦，係咪先取消任期？做終身制有乜問題啊？係咪先？個個都咁做噶啦，係咪先？啊，即係唔係講而家嗰啲啊？咁但係個個都咁做噶啦，係咪？當年咁，所以就係咁啦。咁啊，所以你會見到咧，佢好特別地，即係佢即係有時候命運嘅嘢好特別啦。咁再加埋，咁佢當年咧，佢去到大概1916年咁啊，即係腎病去世噶嘛。咁你會見到咧。當其時咧，啱啱好佢個盤咧即係大盤啊，咁我哋睇大盤啦，大命咧即係大疾咧，就喺呢個戊辰啦，咁啊地空同埋天同，天同係水星嚟噶嘛，咁啊大部分情況下，水星咧我哋都可以將佢當成膀胱或者腎病，即係喺呢10年應該會有發生呢啲事啦，因為有水啊嘛，咁再加埋地空喎，咁即係。嗱，如果大部分情況大疾宮裏邊有呢啲空劫星咧，基本上係主虛啦，或者如果咁樣睇嘅，咁可能係一啲腎病，膀胱有病，咁啊呢10年裏面發生啦。咁去到16年咯，咁咁啱嗰個年命咧就搭喺個大疾宮上面，即係啱啱好戊辰啦。咁啊嗰個戊辰咁，喂咁一嚟，咁即係你見到啦，咁嗰年。如果通常咧，我哋會睇紫微斗數有個搭宮位嘅，點為之搭宮嘅？即係本命嘅福德宮、大限嘅危疾宮，再加埋流年嘅年命宮喺嗰個位，咁我哋會睇到，即係呢10年應命，即係應病嗰一年咧，應該係1916年噶嘛。咁好啦，再加埋即係無道有偶啊，佢當年嘅即係流年嘅危疾宮咧，就喺月亥嘅。即係喺子女宮嗰個位，咁啱啱好嗰度又係水嚟喎，啊點為之水咧？嗱，一來係天上啦，天上係水星啦，文曲又係水星，再加埋化忌都係水星，咁啊3粒喎，佢仲有一亥宮添，亥宮係代表咩？通常如果亥宮喺即係成個即係叫做唔好，即係天干地支去判病嘅情況，亥亦都係代表腎臟嘛。咁多樣嘢加埋一齊，咁咁佢腎病咁樣走，咁啊啱啱3合又好，即係好似好有道理嘅，所以佢一年咁樣嗱，當然啦，咁有時候咁即係問心嘅，咁以前嘅醫療環境，咁你一個腎病可以就死人噶嘛，咁唔好啊！你而家突然間弊啦，我亥宮啊，又係咁又見到水星啊，又咁換腎咯，而家嘅話係聽日就爆腎啦，咁大家唔好驚慌住，因為始終就算你有呢啲病。引起你個病變，咁而家可以換腎噶嘛，大佬，即係可能係另一個方向，就係你腎有事排隊換腎，咁但係當年係冇腎換噶嘛，大佬，係啦，即係所以有時候你睇個盤就係我哋點解有時候啲古金輪，因為古代嘅人好易死嘅，少少病就死噶啦，就收工噶啦，咁有而家嗰啲咧就算係即係換晒成身啊，咁啊講到150歲都得噶嘛，大家有啲國家領導人講，咁150歲。
我哋其實借啲鼓勵大家去多做體檢，去注意身體健康咧，你會發覺嗰個命運走勢，個走勢可能差唔多，但係你最後個承受嘅後果可能就會係叫少好多禍害嘅後果啦，係咪？係啊，即係冇咁辛苦咯，個人，即係你做啲檢查，信多啲醫生，即係唔好淨係喂大佬，唔好聽人哋啲神棍講啊，咁飲符水啊，或者嗰啲金字塔能量醫到你咁。咁如果你要聽呢啲嘅，咁啊，真係咁啊冇辦法啦，係咪先？我哋做呢啲節目嘅，我唔會話喂去聽下邊個師傅講話金字塔就醫到自己啊，或者搞啲咩符水飲咗佢，咁啊冇事噶啦，係咪先？咁如果你係咁樣嘅，咁啊真係冇辦法啦，係咪先？啊，即係我哋建議就係咁咯。如果你發現自己即係流年發現啲咁嘅情況，你盡快睇醫生，睇完咁換咗腎咪冇事咯，係咪先？可能即係呢個例啊，咁但係。即係冇如果噶嘛，同埋佢1859年出世，咁邊有換腎啦，係咪先？咁冇辦法啦，時代嘅問題啦，係啊。好，大概即係袁世凱嗰個情況就係咁咯。喂，我追問多一樣嘢啊，其實好多時咧，又係翻去我以前咧睇嗰啲咁嘅大軍閥呢啲咁樣嘅電影嗰啲印象啊，成日俾我一種好似啲軍閥就係啲好魯莽嘅形象啊，即係唔好淨係話袁世凱，我就會聯想到咧喺佢手下嗰啲人都係咁。但係其實睇佢個命途軌跡咧，我哋都知嘅，由佢去小站新軍練兵，到一直能夠咧可以係沉寂咁耐，突然之間再即係群星拱照佢上位，個嗰啲咁嘅軍頭認佢做大佬咧，佢似乎都係一個好善於經營人脈嘅呢個人嚟嘅，而且咧似乎喺佢個命途上位嘅期間咧，係好識得計算應該喺咩時候投靠邊一個嚟去幫自己趨吉避凶。咁喺呢度咧，其實睇唔睇得出咧？佢其實係一個好似即係我哋傳統電影印象嗰啲咁樣嘅好魯莽的軍閥啦，定係佢其實係一個好心思細密、好陰陰濕濕嘅人咧？嗱，如果就咁睇，只係有數話，即係我評論嘅。咁你發現咧，佢天機用太陰守命嗰啲人咧，就特別聰明嘅。同埋太陰咧，咁你都知啦，女性嘅諗法係好細密噶嘛，陰柔嘅，佢嗰啲咧就唔會學你嘅，一定唔會學你嘅。佢一定係會有好多好綿密啊，或者叫做比較細亂嘅位。咁佢個人咁好明顯啦，佢咩情況，同埋佢天機入命嘅人係好叻嘅，即係好似有當其時我之前講過啦，江文慧咁話幾叻啊，大佬，即係咁樣嘅姿態飛嚟飛去跟住贏，仲有我哋偉大嘅特首咧，佢又係天機入命嘅，咁又係叻仔嚟噶嘛，係咪先？如果佢點做到特首，一個地方最高嘅領導人，係咪先？所以一定係啦，一定係。係啊，所以佢有啲情況，同埋咧，佢對人咧嗱，如果就咁睇呢個盤咧，你做佢朋友係 OK 嘅，因為我哋睇盧僕宮，即係而家講嘅叫交友宮。咁你發現佢天府同埋擎羊，天府咧咁基本上佢對朋友應該好熱情嘅，因為一來係陽土啦，我哋喺即係唔係食嗰啲陽土啊，咁係戊土啊，即係咁佢就係通常咧，佢會好管理好多朋友啊，即係佢作為天府嘛，佢會派裝出去俾人哋嘅，係啊，咁擎羊亦都可以講話佢係喺紫微斗數呢個就係陽刃，咁啊即係刀劍咁，即係可能佢係好識得同嗰啲軍佬去傾偈嘅，咁啊當然啦，係之後講嘅象啦，唔係話你有擎羊又係可以係醫生噶嘛，大佬你動刀動槍，呢個年代可以係做手術噶嘛，唔係淨係做屠夫噶嘛，係咪？所以即係有啲情況下佢可以對朋友好好嘅，因為最少佢唔係善啲朋友啊。如果你有啲情況係某啲星嘅破軍嘅，即係帶住啲朋友飲食周圍，點啊穿行過市欺行把市嘅，咁啊即係或者係廉貞嘅，中意出去煙花之地玩嘅，大家一齊啊，咁即係唔係呢啲，佢係好識得經營呢樣嘢，所以你發現佢呢個人嘅無論心性同埋經營咧都 OK 嘅，係啊，同埋唔會俾朋友嚼翻佢，因為佢天賦嘛，佢一定係佢做主導嘅。即係有時候我哋睇有啲古書有啲講法，就係講啲咩惡勞欺主，即係講話嗰個交友宮盧僕宮嗰粒星係陷地之餘咧，仲要係啲災星咧，咁嗰啲朋友就欺負翻嚟嘅，即係唔同嘅，所以。就如果你咁講咧，佢就似係呢啲咯，即係似係會對朋友好嘅。好啊，嗱咁啊，多謝兩位師傅同我哋做呢個分析啊。咁啊，想問下各位仲有咩補充先啊？喺我哋即係完結之前，咁啊係啦。
如果係啦，冇乜特別我嘢嘅話咧，只係講少少補充就係，我都希望可以稱第一日咯。但係我話原來咁好，咁用咁正嘅喎，即係可以帶兵帶到由一個小卒步統跟住然之後同支一路玩到去而家做皇帝咁，即係人生係充滿希望嘅，係咪先？即係我都 OK 嘅，真係支持嘅。嚇，係咯，即係你話時勢做英雄，咁啊亂世一定出梟雄啦，咁啊佢絕對可以咧，我都覺得係一個梟雄級數嘅人物嚟嘅。咁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多謝兩位師傅同我哋去分析袁世凱呢個命例啦。咁我哋就繼續大家留意啊，記得訂閱我哋嘅眾民主場頻道同埋秋開堂紫微八字命理嘅即係 YouTube 頻道，咁啊可以繼續咧睇住我哋嘅節目。咁我哋就不如就等下個星期嘅時候咧，繼續同大家講命例啦，好嗎？好嘅，好嘅，好，咁啊，再見。好，拜多謝晒，拜拜。拜。